好，来继续来看基隆市一个50多岁陈小姐，今年的7月来自第一剂 AZ 疫苗，8天了后，疑似出现着不良的反应，伊的双脚无力，转介到3总基隆分院，也毋过医生叫伊莫乌白药。问题是伊的症头是愈来愈严重，甚至跋倒骨哪解，跋甲拢去伤到两骨拢闭去了。尾啊验血栓的指数不得了，超过正常值的2倍。 反正你到医生一定去骂，一定骂。你们都把什么事怪在疫苗身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只有说一个话。我现在看到医生都会怕。坐伫轮椅后天，伫要讲袂出话，陈小姐才拄做完第一剂 AZ， 就敢若出现不良反应。因为我走下去脚就是很酸很痛，而且根本就已经快不能走了。是我一摔再摔，他们都互踢皮球，而且不是就是打不通。 打不通的几率很多。原来7月26日，陈小姐做第一剂 AZ，8天了后出现双脚无力的症头，而且愈来愈严重。过程当中，阁跋倒真侪摆，一直到10月初转到基隆中间，发现两骨的部分关节破去。10月21日，伊做肺抽血检验，才发现肺当中的低氧自体指数超过标准值的2倍，达到1.245，嘛就是肺甲指数已经超标。要来凸显说本身通报系统真的有问题。中央的救济中心这边也是要快速的审查、从宽的认定，不需要说确定它是跟疫苗相关才需要通报，不是因果关系，不是通报的必要的条件。强调通报不良反应，唔是一定要有因果关系。治疗审查过程即马嘛加较紧啊。虽然疾管署一直咧培会，唔过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，要是互民众真烦恼。